大家好啊！又嚟到周五直播室嘅時間啦。咁今日呢，同樣又會同大家分享3樣喺過往呢個禮拜處理過嘅 case， 又係值得分享嘅咁樣。咁第一樣嘢呢，我哋就講下積金易啦。積金易呢個系統呢，就上場都差唔多年幾，接近2年噶啦。咁啊，好多嘢呢，仍然係未搞掂噶，尤其係系統方面嘅一啲事情啦。咁近上個禮拜就會係有最後一個嘅強積金計劃，叫做東亞銀行嘅行業計劃就納入埋。咁啊，不如講下咩行業計劃啦？就係講緊飲食業同埋製造業嘅員工咧，因為佢哋流動性好大噶嘛，即係有時去得一間餐廳幫手，或者一間建築公司幫手即係幫到1-2個月都嗰個強積金嘅僱員戶口未開到嘅情況底下，可能都已經轉咗第二個公司啦。咁所以咧，對於呢一類嘅僱員咧，呢兩類嘅僱員咧，就會去有一個叫做行業計劃，係俾啲僱員去開一張卡仔。咁以前嚟講係得2間公司會做呢一個行業計劃嘅啫，一間係銀聯另外一間咧就係東亞。咁就呢一個卡仔開完之後咧，佢拎去俾僱主，咁僱主就可以同佢供呢一個強積金啦，咁樣。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個原因，可能個複雜性同埋個人數係多咁所以咧就會擺到喺呢個時間差唔多最後咧去將佢納入埋積金易。咁但係咧一納入嘅時候咧，積金易做咗一樣嘢咧，就係將成個系統去 shut down，係停咗，所有僱員啦或者僱主都係唔能夠登入咁會衍生2個問題，一個就係如果我要轉基金係唔轉得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如果我要改資料嗰啲，亦都係操作唔到咁後遺症咧原來都有，因為近呢個星期就有僱主去反映俾我聽，就係話嗰啲供款記錄咧已經完成咗好幾個月咧，都喺嗰個平台上面下載唔到嗰個報表，個供款記錄嘅報表，咁就係有啲麻煩。咁所以咧你話關唔關呢一個多一個行業計劃納入個系統嘅事咧？真係唔多唔少，我覺得亦都有咁嘅可能性。但係最根源咧都係個系統背後咧，真係太多嘢未搞掂咁第二樣同大家分享之前咧就提一提啦，就積金易咧咁多鬧交嘢除咗自己可以去打電話呢個積金易嘅熱線之外咧，咁有啲可能比較常見嘅問題，或者未必即刻可以又想打電話嘅話咧，咁係打我個電話都得㗎，或者 WhatsApp 我都得㗎咁樣。咁可能就住好多唔同嘅情況咧，基本我都可以有個解答先㗎嘛，可以快啲咯。咁另外咧，同大家分享多樣嘢就係團體醫保啦。咁團體醫保入面咧有樣嘢叫做門診嘅保障，即係普通傷風感冒睇醫生我哋睇普通科門診或者可能睇專科門診咧，都係門診嘅保障再講得簡單啲就係話唔係住院嗰啲咁就好多就係門診嚟㗎啦咁樣。咁門診保障咧喺團體醫保嘅世界入面咧，好多時會係用咗個次數去限咗每年去睇醫生嘅嗰個上限。咁好多會寫係15次20次25次10次咁樣嘅。咁呢一個數咧好多時同事或者僱員咧就會依賴咗佢哋嗰個團體醫保嘅供應商，例如我哋 Manulife 啦，或者有其他嘅品牌啦，依賴咗個 app 入面咧去顯示嘅剩餘次數，咁會係有問題嘅。因為咧原來我哋去睇網絡門診啦，例如好常見有卓健盈健又或者可能係啦呢個仲有乜嘢咧？噏唔出啦。咁咧總之睇啲網絡門診啦，就係佢哋見完一個病人之後咧，跟住將嗰啲收據咧，或者嗰個叫做會診嘅次數記錄咧，去俾翻宏利即係呢個團體醫保嘅供應商咧，係可以講緊係2個月先去俾一次嘅，即係佢哋就叫做翻單，2個月翻一次單。咁自然宏利即係就會 update 唔切個 app 啦。咁同時咧，如果真係成日唔舒服去睇醫生嘅咧，又依靠個 app 咧，發覺我每年咧有20次去睇嘅，見到 keep 住仲係寫住15次但係可能嗰2個月入邊已經睇咗6-7次醫生啦，
係嘛？其實唔離譜喎，隔個禮拜去睇醫生都可以好唔返噶嘛。咁啊，大家係嘛，又多嘢做，又大壓力，咁啊要睇醫生。咁所以就呢個呢，其實會變咗係僱員呢都有個責任自己留意返我睇醫生嘅次數。如果我真係睇得頻密嘅，睇得多嘅，咁自己都要 mark 返咯。如果唔係呢，超咗個次數呢，其實係冇得賴嘅喎，係冇得賴就話個 app 呢冇更新，所以呢就我睇多咗。咁實際個操作呢，喺原來喺我哋嗰個團體醫保嘅操作上面呢，診所嗰度呢係會通過我哋去出翻信呢，俾翻嗰個僱員話佢話俾佢知，就係用多咗幾多次，跟住去收翻相應嘅費用。其實個邏輯都好合理嘅，因為睇醫生自然就要俾錢，咁睇網絡醫生就只係可以做到個免找數嘅好處啦。咁但係如果超出咗個次數，仍然係要自己俾錢，其實係好正常嘅一件事。咁根據過往內部同事嘅分享呢，就係話即係佢哋講翻都好少員工呢會因為睇多咗次數而係走數嘅，係啦。咁呢個大家又注意咯。咁同埋咧，甚至乎就係發覺，如果發覺呢個門診啊，或者係團體醫保入面關於住院嘅保障係唔係太足夠呢？其實係可以去考慮咧配置翻自己個人嘅醫保。咁除咗個保障更加完善之外呢，更加可以係跟自己一世啊嘛，即係可以有終身嘅保障啊嘛。因為我哋團體醫保就好依靠僱主佢繼續 keep 住個 plan， 咁就有甚至乎就係講緊話離職之後啦，退休啦嘛，咁個醫保其實團體醫保係跟唔到自己去到100歲終身嘅喎。咁個人嘅醫保大家可以去諗下點樣搞法。同埋第三樣分享嘅嘢啦，就係扣稅年金。咁依家仲去買扣稅年金趕唔趕得切呢？3月31號前仲係趕得切㗎，最後2日3日啦，今日係27號、28、29、30號買，我都覺得有好大程度上可以核實得切，係啦，即係買得切最緊要30號俾碌卡俾到錢。咁31號買就比較問啲啦，係啦，大家如果要扣稅真係早啲搞啦。咁想去提嘅一個 point 呢，就係話年金就照買咗啦，醫保自願醫保可扣稅嘅又買咗啦，但係喺扣稅即係嗰個報稅嘅時候呢，冇填到喎，仲要可能發覺過咗1年、2年、3年、幾年都冇填到落去個報稅表喎，即係明明可以扣稅扣成10000蚊一年噶嘛咁仲有冇得掹呢？有冇得救呢？係可以㗎，原來咁有客戶呢同我講過呢個情況，咁我同佢講係可以去稅局度同佢哋講翻呢，就過往其實係有扣稅年金，有自願醫保但係就唔記得填，咁就填翻一張呢，叫做佢哋俗稱反對嘅 form 粉紅色嘅，咁喺稅局嗰度。依家喺啟德咁咧就去到同佢哋講翻呢個情況，拎翻相應嘅 form，咁預先咧最好就做定功課啦，就睇翻大家去睇翻過往幾年咧嗰個扣稅年金同埋自願醫保俾咗嘅錢係幾多啦？實際上咁就去到填嘅時候咧就可以更加順暢，就唔使到時先揾啦咁樣。咁今日大致上同大家分享嘅3個有趣嘅事情咧就到呢度啦。咁今日超額完成9分鐘多啲，係啦，講得耐真係會攰。咁就下個禮拜5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得意嘅嘢啦，或者大家又有啲乜嘢話題想分享，想我去分享，或者想你去分享，可以喺留言度講下啦。咁就係咁先，大家週末愉快。